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到華達五金，我係阿希。市面上咁多款油壓鑽五花八門，大家咪揀到花多眼亂呢？究竟買油壓鑽係咪越貴越好，定係越新款越好呢？今日我攞齊威哈斯6款油壓鑽，逐一同你拆解。無論你係屋企 DIY 裝修師傅定係專業人士，威哈斯總有一部油壓鑽啱你啊！我哋威哈斯嘅油壓鑽係分咗兩類別嘅，喺我哋依邊咧就比較傳統型，呢邊咧就比較新穎啲，係可以配備集塵器使用噶。好，而家就等我同咁多位嘉嚟磅下重先。首先，我哋揀油壓鑽之前有幾樣嘢要留意噶。第一，有鑿嘅功能，我哋叫3用鑽；冇鑿嘅功能，我哋叫2用鑽。咁就睇下大家需唔需要鑿長或者鑿慳啦。第二，我哋要留意嘅就係佢衝擊力 BPM 同埋佢有幾多個焦耳。衝擊力同埋個焦耳越大，佢就可以鑽到更硬嘅石屎啦。第三，你要留意嘅就係每把油壓鑽有自己鑽窿能力。呢部較為輕型啲，佢最大可以鑽到18mm。呢部雖然佢重啲，但係可以鑽到24mm。最後我哋要留意嘅就係佢嘅鑽速，因為鑽速可以影響到佢鑽木同埋鑽鐵嘅速度啊。好，第一步我哋拆解就係呢把 380S， 佢係一把2用入門版最輕嘅油壓鑽，連埋 2.0 電池，佢都係 1.6kg 嘅咋。最正嘅佢細部得嚟有脈衝嘅功能，鑽瓷磚係唔會爆嘅。佢有 1.7 嘅焦耳，可以鑽到18mm窿。一般家居維修或者鑽天花吊頂都一流。再嚟就係呢把388，佢係一把3用鑽，係我哋嘅全能王銷量冠軍啊！佢可以鑽到鐵啦、木、石屎同埋可以鑿嘅。佢有 2.2 嘅焦耳，最大可以鑽到24mm窿，一樣有脈衝嘅功能。佢嘅機身係用鋁合金造成，好多師傅投訴佢太襟用，佢想鑽新款都鑽唔到啊！呢部388全能王揾食真係冇得輸。如果你係水電師傅，就一定唔會錯過呢部 WU389啦。佢有 2.8 個焦耳。爆破力強勁又唔會太重，所以用嚟鑿慳真係一流。最大仲可以鑽到26mm窿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集塵系列型號，分別有 W385、384同埋391嘅。至於中間呢個集塵盒 W1603 係分開㗎，安裝好簡單，插入去，聽到咔一聲就可以㗎啦。集塵盒係唔需要插多個電池，整體嘅重量非常之舒服。裏邊個濾芯係可以拆出嚟清洗嘅，側邊係可以調節深度。呢個集塵器最大嘅好處就係停機後有幾秒嘅延遲，所以一滴塵都唔會流出嚟噶。呢3部集塵系列嘅油壓鑽喺手柄上做咗減震上嘅升級，除咗上面嘅彈弓緩衝外，下面仲有個氣囊吸收震動，做到雙重減震。W384 可以為380S 嘅升級版，一樣有 1.7 嘅焦耳，係我哋集塵系列最輕型嘅油壓鑽。佢有脈衝嘅功能同埋 GTAC 防扭手嘅技術，即係鑽牆時遇到鋼筋會自動停機。家居維修同埋做外牆鑽窿真係一流啊！堪稱第2代嘅輕裝神器。不過384就稍為比380S 重啲，其他規格差唔多。陣間我哋就試下佢哋兩者嘅鑽窿比較啦。W385 係388嘅集塵版，性價比之王啦。佢有 2.5 嘅焦耳，係比388大㗎，最大可以鑽到24mm窿，一樣有 GTAC 防扭手技術同埋脈衝功能，該有嘅功能佢應有盡有。W391 對比389嚟講係更強大嘅油壓鑽，佢有 3.0 嘅焦耳，最大可以鑽到26mm 嘅石屎啊！佢最適合嘅鑽窿範圍喺6至16mm，優點係爆破力強、焦耳大，
依然係水電師傅嘅摯愛。喺3公斤左右嘅重量範圍下，我認為佢係無敵嘅。好，重頭戲嚟啦！而家等我用一粒5.0電池配各種油壓鑽，用一支 Beta 嘅12mm 鑽嘴鑽5寸深，睇下邊把油壓鑽最好嘅表現啦。為咗公平起見，每部機都係用5.0電池，都係充滿電㗎，而每一支鑽嘴都係全新嘅。好啦，轉完啦，速度最快當然係我哋嘅 W391啦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我哋唔可以淨係留意速度，仲要留意埋佢嘅重量。哇！不過令我最大嘅驚喜，竟然係呢部 W384，因為轉12同埋16mm 窿嘅時候，速度竟然一啲都唔輸俾 W388同埋385啊！唔通工廠區別咗384嘅衝擊力？同埋我啱啱轉窿嘅時候，我發現呢3把帶集塵功能嘅油壓鑽個震動係非常之低，十分之舒服，所以我同大家強烈推介帶集塵功能嘅油壓鑽。我綜合嚟講呢，如果一般家用，我哋就可以選擇輕型啲嘅 380S 或者384。咁如果工程維修嚟講，我哋就可以揀全能王嘅388同埋385啊。咁如果你做粗重嘢或者打坑嘅時候，就一定係揀389或者391啦。記住，大家按自己需求去揀油壓鑽，唔係一定越貴越好噶。好啦，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嚟啦，我哋用正機嚟比較。如果你問我點揀，我就比較貪心嘅。我會揀一把384同埋391，咁就要輕有輕，要大力有大力，要整潔有整潔。你又會點揀啊？咁多位師兄對我哋把油壓鑽有啲咩意見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會根據留言抽出一位幸運兒，送出一部 WU391嘅。中意我哋條片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下 CLS 我哋啦。我係阿希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